啊，呢個鐘喺冰箱凍咗成年啦，壞咗噶啦，壞你個頭啊壞！啲嘢擺咗喺冰箱度點會壞嘅啫？任何嘢你只要擺入冰箱，佢就會永遠停留喺嗰個狀態，冰箱內部嘅時間係唔會流動嘅。如果啲嘢擺咗喺冰箱仲會壞，咁冰箱發明出嚟做咩啫？咁我冰箱塞滿晒啊，我揾嘢都揾唔到啊！所以你同我諗清諗楚，你先我開冰箱門咧，成日開住個門喺度抄，浪費晒啲電，我唔接受。哎呀，又可以睇電視啦，睇電視好啊，睇電視可以搞差你嘅成績，可以搞到你近視，搞到你捱夜唔瞓覺，可以浪費屋企啲電，必要嘅時候仲可以送飯啊，簡直就萬惡之源，捐入去睇啊！唉，熱死人啦，開個空調先，呢個敗家仔開空調，你一開空調啊，啲電費咪使晒我哋屋企啲錢咯，聽日就瞓街啦，心靜自然涼啊！咁你就錯啦，我已經將屋企嘅空調換成咗米家巨省電 Pro 空調，佢有超一級能效，最高 APF 值5.65啊，比之前嗰幾部空調啊，一年可以慳300幾度電啊！即係話越用就越慳電，而且佢就智能算法啦，可以根據場景智能調控製冷風啊，製冷又快又慳電，真係抵食夾大件啊！點開都唔喐車啦！駁嘴駁舌，咁你自己交電費，冇俾咪我俾咯，反正又慳錢又慳電，啲牛扒唔使用水洗噶，咩唔使洗啊？梗係要洗啦，啲嘢唔攞水洗過，點可以擺入口嘅啫？你硬乾淨啊，乾淨得過啲水游水，任何嘢只要用水洗過就係乾淨嘅。咁你啲水游水可唔可以直接飲啊？梗係唔得啦，水游水咁邋遢。